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台南市大成国中参加国教署111年健康饮食小主播活动，2位9年级的学生黄彦君和林佑成以大成广播电台双主播低碳饮食由我做起，因为台风稳健加上内容丰富，荣获全国国中组第1名的好成绩。由国教署主办111年饮食教育创意竞赛健康饮食小主播活动，台南市南瓜国中与国小中高年级组第1名的好成绩。国中部分由大成国中9年级学生黄彦君与林佑成2位同学联手，在有限的时间准备下，获得国中组全国第1名。我们是大成广播电台，我是主播林佑成，我是主播黄彦君。各位小朋友好，又到了我们每日一词的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语词呢？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就是蔬食日。蔬食日是什么东东啊？蔬食日就是不吃肉的日子啊！不吃肉是要吃什么啊？可以吃蔬菜啊、水果啊、鱼肉啊，还有豆类制品。就是蔬食餐呐。这次拿到冠军很开心，但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赛前大概才1个月才接收到有这样的比赛讯息，但我们就赶快趁下课或者是中午的时间，赶快就是到我们的营养师那边，或者是午餐厨房去询问那些厨工妈妈我们关于蔬食日的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才查到说台南有举办厨艺竞赛，而且今年的主题是刚好跟我们想要播报给大家知道的主题是一样的。之后，我也想让我们班的同学知道说，蔬食日其实吃菜是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帮助的。这样是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就有一起去比那个小小解说员，所以我们默契其实是还不错的。这次写这个稿就是也写得很顺。2位同学以平时营养午餐、市府推广蔬食日与校园乐活蔬食等活动，以学校大成广播电台双主播推广低碳饮食由我做起，借此行销台南校园午餐低碳健康饮食。经过第1阶段送件，进入全国前7名决赛，最后获得国中组第1名。这次比赛里面，我很赞叹。他们这2位同学哈，他们以最短的时间把文稿重新修改成他们的语言，包括连台南市100年开始实施蔬食日的部分都放在里面，以及台南市对蔬食的比赛每年都有在做的，他都把文稿找出来就融入里面。那在过程里面呢，除了学生他很优秀的把它表现出来，以及呢他们利用下课，他们仅下课10分钟就练习而已，他们其实没有多余的时间。那我们后来又发现说，其实如果这样太简单了，应该背后有个 PPT， 所以是我们嘉颖组长就是活动组组长，他就把它做一个 PPT， 而且是很生动的 PPT， 配合整个里面的一个内容。主办单位这次竞赛邀请营养、食安与媒体领域的专家教授担任评审，总共选出各组前3名及佳作，让现场选手充满十足临场感。记者林根台南报道。说到里长，大家的印象大概是社区关怀、社区清洁和社区治安之类的。但高雄市前镇区振兴里的里长周明宪，他的能力似乎已经是无极限了。为了清除里内都更地的盘屋巨树，亲自拿起电锯，踩在腐朽的屋顶上，以媲美阿汤哥不可能任务般的身手，执行空中清除行动，将巨树给制服。里长伯发飙啦！电锯拿起来嘎嘎叫，瞬间变身链锯人，要为民除害。因为面对这足足有6层楼高、快变成一片森林的巨树，树根更深入老旧的房屋，连民间的公司都表示无法处理。里长伯只好生系一条安全锁，媲美阿汤哥不可能的任务般，踩在快要塌掉的屋顶，提锯上阵，亲自搏命演出。树根已经不是在地上，已经在
隔壁房子的2楼跟3楼中间，它的树根已经渗到墙里面去了，整个2楼、3楼中，因为登革热问题或环境脏乱问题，我们也打算把这个附近这个里面的脏乱整个把它清除掉。阮北属总理长替我处理，我是足感谢伊。树仔机呢，发对阮对面的厝尾顶来啊。遐透风落雨，安尼哭哭叫安尼。虽然里长重装上阵，独自一人在树丛中披荆斩棘，还让隔壁的墙面露出来，但是这可是长50公尺、宽40公尺、高6层楼的屋顶巨树，真的能力有限，只好号召里长们一起组成一支巨工特工队，全体提锯上阵。树干、树枝繁衍的这么多，几十年没有人来特别修剪，数量上面会真的比较麻烦。这些我们的里长。还有志工来一起帮忙，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电锯，可以让这个时间能再缩减一些。由于这片区域属于里内的都更地，还需要等待法院宣判分割地权之后，才能够拆除地上老旧的屋舍。里长希望能够加快程序，除去里内的脏乱据点，让旧部落和新社区并存的振兴里能够更加整齐清洁。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市左营区福山里唯一的宫庙慈福宫，奉祀的福德正神，原本是一间工厂员工膜拜的石碑，之后才在地方人士的协助之下建庙安坐神尊。福山里里长平时都会和庙方合作，举办慈善活动，帮助弱势民众，努力扮演好现代土地公的角色。每个月的初16，左营福山里慈福宫都会由当月的炉主请来道长，举办犒赏五营将军兵马的仪式，让被现代大楼包围的土地公庙顿时热闹起来。现在经常过来这里拜，他们都有感应，我也万万没想到我才参与这个庙事务而已，就今年就让我那个被公让我当选今年的炉主。左营区福山里里长平时都会来到慈福宫敬拜福德正神，并且和庙方合作举办许多慈善活动，像是中原普渡物资发放和腊八粥发放，以及母亲节表扬活动，帮助弱势民众努力扮演好现代土地公的角色。非常感谢我们的左营福山的慈福宫，那我们里面各种大小活动，他大概都不遗余力的参与，比如说弱势儿童，还有我们母亲节的活动，还有写春联社区的一些活动。他们都很热心、很热情的来做赞助，包括弱势要有捐献，我们这个还是那个创世基金会那个社团什么，我们都有小额在赞助，弱势儿童、老人的。慈福宫是左营福山里唯一的宫庙，奉祀的福德正神原本是一间工厂员工膜拜的石碑，之后才在地方人士的协助之下建庙安坐神尊，106年才新建现在看到的寺庙。16号，如果有信徒要来家修经，有法师，有道长在这边，也当来，里面还有那个火眼嘛，介绍一下那个虎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就是那边有零钱，按那个信徒你们的这边奉香，也当花有大钱换小钱，钱换钱，嘿，再等于让恁大家大赚钱。虽然建庙的时间不长，但是慈福宫也算是见证福山里的发展，从一片荒芜的土地到盖满许多高楼大厦，如今也成为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参与地方公益活动，守护社区。从那个很草创期的时候，到信徒很多的时候，就又买的这块地，经过还有那个黄昭顺委员前立委，他就帮我们去居中协调，我们这边的土地可以利用的面积增大。我们是学习福德正神的精神了哈，我们都自称为土地公也不好，但是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真正的土地公，我们的福德正神是在我们这里。对，然后我们也要学习他的精神啊，护佑万民。土地公守护一方土地，保佑地方人民安康，和现在的里长角色相似。福山里里长也学习福德正神的精神，努力守护里民。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位在台南市安平区东兴洋行旁的台盐日式宿舍，在闲置2年之后，终于由茶饮业者进驻。先将周边的环境整理之后，让民众能够在日式空间中以全新茶席文化感受传统的浪漫，也为安平区新增加一处休闲放松的后所在。这间原台盐日式宿舍兴建于1917年左右，是原来的台湾总督府长官的住宅。2战后改为台盐的员工宿舍，
经过文化资产活化之后，成为目前所看到的建筑景观。那我背后这一栋原台岩日式宿舍其实它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是台湾总督府安平分市长官的宿舍，那一直都是在做公家的宿舍，所以一般的民众呢比较不容易来了解说这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但是呢，其实偏偏说在我们热闹的安平有很多的观光客，很多的民众，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来，都会感受到这边非常清幽安静的一个魅力这样子。经过整理与重新规划，最后由长期推动茶文化的业者进驻经营，并引进全新体验的茶席文化，要让品茶年轻化，也让更多人认识安平这个新的休闲空间。这次我们合作的团队呢，主要是推广茶的文化。那茶的文化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过去在安平这一带有很多的洋行，那洋行他们在做茶的贸易，那表示这是在国内外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经营团队呢也对茶文化呢做了一些开发跟创意，那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呢来接近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是结合日式跟中式的茶文化，然后再做一个整合，这样对，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茶文化体验，对。然后我们除了实体的茶席体验之外呢，我们另外就是有贩售茶饮品。那我们茶叶饮品都是野生茶叶的去冲的现冲的。在另外一边的场馆将规划成为艺文展览空间，要让民众来到安平游玩时，也能透过各种展览，更加认识台南的历史文化。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位在高雄市前镇区富国里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广西桂林好聚落。乍听之下，让人一度以为是少数民族的秘境，但其实这里是一个绿意盎然的美丽老宅聚落。曾经是台电老旧宿舍，被围墙阻隔，在经过一群年轻创业者活化之后，变成洋溢生活感的幸福角落。红花白墙、盎然的绿意，散发普罗旺斯风情的庭院与日式风的建筑，不说还以为来到了冲绳或是地中海的某个美丽角落。它还有个奇特的名称，叫做广西桂林好聚落。没错，听起来像是少数民族的秘境，但实际上这里确实是由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将位于前镇区广西桂林路一带原是台铁的旧宿舍活化之后，重新诞生的美丽秘境。很漂亮，就是跟我以往看到的，原本来这边看到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面貌。曾经用围篱阻隔的废弃老宿舍，不但成为社区的黑暗角落，产生的落叶和蚊虫问题，让在地的里长头痛不已。幸好有这一群年轻创业者适时投入，才让这一片废弃老房得以重新整顿。期间更与里长一同携手，共同解决脏乱的问题。不只为创业者打开了一道成长茁壮之门，更让这里成为打卡圣地，活化老屋，成功点亮繁荣社区。有大概10几20年左右没有人住，那里面呢都是空的，然后四处环境树叶掉满地，看到很多登革热的蚊子，滋生源就很多，所以也变成我们富国社区的重点地区。那最近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会进来然后他们就规划成这个台电文创园区，那我们也很高兴因为社区里面有一个特色。当初呢，台电告诉我们说有一个60年的老树，这个聚落要开放招标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想的就是在地创生，然后文化融合，用这样的概念去跟台电争取这块土地的经营。有法式的，有日式的，有韩式的，甚至有泰式的，然后还有我们喜欢喝的咖啡，用欧式的咖啡来呈现。希望就是让在地的创业者，他有一个可以经营的小店，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根下去，然后创造一些不同的文化素材出来。想感受一下有呼吸的温暖生活聚落吗？来到广西桂林好聚落，有60年老树旺盛的生命力，兼杂着咖啡和咖喱的香气，和转角店家真诚的问候。吃个饭，打个卡，逛一逛，相信您就能获得满满的幸福正能量。记者张世明采访报道。
北高雄的狗爸狗妈有福了。高雄市的宠物公园目前只有2座，许多民众得带着毛小孩跑到冈山或市区玩耍。不过最近楠梓区清丰里里长戴佑东以及市议员黄文志就在脸书上惊喜宣布，成功争取要在楠梓新建第1座宠物公园，造福当地养宠物的民众。狗狗它需要一些可以跑、可以跳，可以跑的那个活动空间呐。希望能够盖一些宠物公园。宠物爸妈们的需求被听到了，楠梓区第1座宠物公园确定将要新建，地点就位在创新路上台糖花卉园区与创新公园间的这块空地。在当地清丰里里长与市议员黄文志的争取下，希望这片闲置的土地可以成为毛小孩的新乐园。因为黄文志园呢，早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在聊天就有聊到说呢，他觉得这边因为养动物的人非常多。那当然，公园啊，很多小朋友也会在那边走动。可是，如果宠物现在养的人也很多，如果有专设一个宠物公园，跟小朋友这样子可以去做一个小区分，这样环境或许会更干净。来，来，我拢伫这附近啦，因为这狗狗的这边比较有空间，可以跑来跑去，所以说我们的狗几乎都在这附近。这片空地一旁就是楠梓路，距离楠梓市区相当近，加上紧邻创新公园，平常本就会有民众带宠物来活动。正式新建宠物公园后，也能更方便管理。里长更是看中这广大且没有障碍的特点。那当然选在这一个呢，是因为现在公园如果要增设一些设施呢，它其实是必须挑战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像树的这些问题。那这个公园你看，它整个这样腹地都很广。然后树又在旁边，刚刚好很适合，而且这个本来就是在这边已很久了，都还没有去设置，所以这个场地是非常在清丰里是非常蛮适合的。里长已经与市议员黄文志以及养工处共同会勘过，预计这2个月会开始设计与规划。从里长发文的留言处一整串都是晒毛小孩的照片，就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宠物公园的样貌都相当的期待。里长则是特别看重这一块。那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环境干净的这个整洁的部分。所以呢，这个我有跟他们去提到，那在这边会设置一些像塑胶袋，万一我们的小狗真的是有一些排泄物之类的，它就可以拿着塑胶袋把它带走，以保持这个环境的干净。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去努力到争取这个环境呢，共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里长表示，这座宠物公园预计年底就会完成，附近的毛小孩爸妈可以好好期待。而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未来他也会继续争取新建特色公园，善用里内的闲置土地。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高雄市三多路上有一间硕果仅存的 DVD 出租店，老板带着苦笑说，总算撑过疫情的摧残，但也表示在影音平台窜起之后，自己也只能够做1天是1天，为服务喜爱影音光碟的民众继续撑下去。而且很多顾客早已经不再只是租片的消费者了，随着数位时代的变迁，也都已经变成老朋友了。不晓得新世代的年轻朋友们有到过 DVD 出租店租过光碟吗？或是想看一部以及想珍藏的影片，却在影音平台上再也找不到了？那 DVD 店也许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动作要快，因为随着影音平台的窜起 ，DVD 出租店这陪伴大家走过影音世代的交替，正在快速消失，进入美好的回忆中。当然，我是希望它不会消失，因为基本上现在都以线上收看为主嘛，但是实体店面的话，如果可以在家珍藏自己喜欢的片子的话，我是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收一些我喜欢的片子带回家，真的，像我最近想要看第一滴血，那我就突然是想把那个以前看电影的氛围，然后再找回来的。购买的是有啊，但是如果你说还要再租再还的话，就老客户比较多。最近我所知影的，伫咱附近有1-2间嘛拢结束营业啊，因为可能即马年轻人较袂爱来咱这种店来消费啊，所以讲会影响到咱的算营收啦。消费者刘先生向记者表示，因为连假关系，从台北开车陪老婆南下高雄考试，经过三多路时，突然看到斗大的 DVD 出租店字样在眼前，马上停下车来进店看看。因为想不到还可以在市区找到 DVD 出租店，也希望可以买到自己钟爱想珍藏的怀旧电影。尤其是那个封面，还有介绍很多那个电影拍摄的一些花絮啊、精华。
还有一些尤其拿在手上实体的感觉，还有印刷，这种感觉是不同的，跟线上在看是完全不一样的。DVD 老板则提到，自从网络 OTT 时代的来临，也宣告了 DVD 没落的原因。随着家用电视网络平台的盛行，市区中 DVD 出租店的生存更是受到威胁。加上网络随选随看的操作方式，在影音画质及时间效率上 ，DVD 相关产业更是面临雪崩式的收摊。以我们这种行业要租要还嘛，所以有一寡算大较远的朋友，也是人客吼，要来较无方便啊。拢即摆大部分拢用购买的二手片啊，有诶无诶。除非是讲伊要来找一寡较特殊的，算古片啊，还是10-20年前的片，应该有当时会专工来遮租来遮买啊。咱算讲无法度去拍平的话，只要是收起来啊，无免那办。我觉得这趋势很难避免啦，只会越来越凋零。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收藏的价值来说的话，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有这种片子，影音店还存在。对的机会这样。整体来说，影音科技的不断进步 ，DVD 所占有的市场地位也已经逐步降低。DVD 出租店在尚未进入退场前，喜欢怀旧以及收藏的民众，还是可以找到曾经陪伴自己一起成长的影片，来回忆那段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在台南市安平区经营中药行的陈义天，随着时代演变，除了将中药行创新转型，开发药方酸梅汤，让中药走入民众的生活之外，也开放中药行成为艺术展览空间，甚至因为个人的中文造诣很好，在药行持续替有缘人策制，希望能够无形当中作为导引的参考，也成为一帖快乐的药方。陈义天在安平所经营的德记中药行，除了传统待客煎药，重点是已经创新转型，让中药生活化，让药材走入我们的日常。其中以汉方的概念来煮桂花酸梅汤，就是每一天限量热销的产品。而这2年来，他更将中药行变成书店，鼓励民众阅读，民众也主动交流相关中医药养生书籍。陈义天说，阅读本来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就像中药的药就是快乐的草。确实在他身上，中药行要变得如何一点都不奇怪。特别102年，他以测字成为政府认证的街头艺人，也让测字专长变成中药行的营业项目。中药房就是一直在推中药房生活化的一个推广嘛，那包括中药房可能就是中药房跟厨房的关系，跟书房的关系，跟卧房的关系，那最重要是跟心房的关系了哈。那因为现在人在疫情期间哈，还有这些世界就是很紧张很快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测字的方式哈，让大家能够心情获得缓解，然后就跟心房能够解决，能够让大家更心情愉快，有幸福感。陈义天强调，不迷信和其他算命不同的印星测字，就是希望有人迷路时引领一条道路的想法，当然也视为身心科预防的概念，引导受测民众有不同的思考去做改变。镜子本身就是让我们看见自己嘛，那我是透过一个我自己为镜子，然后你站在镜子前面看看你自己的内心，那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生活体验那我们不希望它是怪力乱神或是迷信所以我们希望说，你来体验这种感受了解说，其实中药行里面也有一些趣味的一个药方比较妙的药方这样子。访问过程有一位10年前来受测的艺术工作者，也意外成为传承测字的学生。从一开始，我原本说我绝对不要学，结果变成我是最后一个学的人，然后而且算是应该说可以说自己很厉害嘛，那应该说我在这方面算是很厉害。对。为什么这个改变呢？改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也是要多跟人接触，是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改变自己。
俗话说命运天注定，不过努力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陈玉天强调，他成为一面镜子，用欢喜心来替民众排忧解惑，也是开一帖快乐的处方。至于半年后可否应验，就冷暖自知。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这是阮乐林群主传来的台风路径图，这几年全部拢闪过台湾，一定是降神予台湾。阿嬷，这是人家1964年的图起来黑白讲的啦。干嘛呢？恁少年人毋是拢讲有图有真相？这无一定哦，即马假消息伤多啊。阿嬷，你后边看到消息，爱先了解资讯来源，查核作者，检查发布日期，摒除偏见，详细阅读内文，判断可信度是否为玩笑话，向专家请教，买到上到